而且这个西里的东南夜市是婚姻馆的三大夜市之一，配合收三倍券，一暗的营业额42万，摊上赚饱饱，笑甲嘴啊利西西。河中婚姻三大夜市的西里东南夜市啊，伫三倍券发放了后，拄着头一个礼拜消费人潮，管理处嘛公告讲会使用3倍券。 係啊，多好，多喺度免搁再走咧。伫夜市啊，有通食，佮有通耍，因为庄脚地区会使用3倍券的实体店面无济。既然夜市会使用，民众当然就直接咧买物件消费，摊商嘛真配合。 都加足济，啊，再也振兴券来买，我就送伊豆干；啊，用现金来买，我歹势豆干不送。以乡下地方来讲的话，振兴券的普遍使用率其实真的不高，就是要像东南夜市这样子普遍使用在平民身上。摊商收到3倍券，日时免阁走去银行换，直接摕去夜市的管理处换，省袂少时间。 12600块，20块买对无？局部的是唔是讲足好的，但是甲即马安尼全部起来，会当讲这个效果真好。夜市啊，一暝营业额42万，摊商真欢喜，讲总算会使小可补小月损失。3倍券伫夜市啊，会使食，会使啉，阁会使耍，嘛刺激疫情后的人气。